你哋買40幾萬嘅車，一般講價幾錢嘅咧？講2000蚊應該係唔夠嘅，所以我調價2萬蚊，43.8萬可以買到架20年23000公里，過戶數唔多，2次，屬於係 B9 前期款嘅 RS4 之中最新米數最少嗰部啦。未出過保險，之前貼住全車黑色膜，所以搣咗之後呢，除咗條後槓之外，都係原漆嘅。不過呢，後防撞梁個吸能盒就有少少變形，但係後尾蓋啊、尾燈啊，全部都冇事，咁啊唔屬於結構性損傷嘅，過咗檢測噶啦。雖然4年車呢，主要行得少啊，你睇個內飾其實同新車冇乜區別嘅。咁呢架車選裝咗有 B&O 音響啦，有抬頭顯示，有運動排氣。你哋好中意嘅嗰啲咩 DRC 啊、碳塗剎車冇嘅。我當然知嗰啲嘢值錢啦，你揀現車定係揀等8個月啦。高功率嘅 EA839 RS4 嘅性能唔使我複述噶啦，之前啲試駕視頻同大家講過好多次。後台經常有留言30幾萬嘅 RS4 有冇啊？我賣過一部嘅38萬幾，不過就8萬幾公里，過咗都幾多次戶下，雞都出咗，不妨加多碟豉油錢。